再来关心农业，新德国尖石乡当年这个时阵是5月桃大出的时，也不过今年受到雨水甲气温的影响，产季是比往年慢半个月，但是这果子是较大粒无。趁天气好，赶紧来到山顶采收蜜桃。当年5月初开始，应该是尖石乡蜜桃大出的季节。不过，果农讲，今年受到雨水甲气温变化影响，采收期甲过去相比慢差不多半个月。加在产量甲品质无受到上大影响。过去这个时候大概温度大概25度到32度左右，但是现在白天的温度大概只有18度到22度，夜间温度还是在12度到16度。所以其实呢，就是我们正值采收期，但是我们的因为气候的关系，所以它没有办法这么尽快去熟成，所以才会延后。今年可能会比较大颗，因为它时间水蜜桃时间拉的越长，它长大的几率又大。我们想说今年可能会比较大颗啦。新德县尖石乡种蜜桃面积约16公顷，当年产量约21万大斤。因为蜜桃的外形巴甜、粉红色的色地，除了是当地代表性的特色农产之一，也受到真侪民众介意。那虽然天气有影响到他们产期的时间，但基本上产量跟产值都跟去年差不多了。建乡所有的种植面积大概在16公顷左右，那产量大概在21万台斤左右，那产值在2000万上下。怕水啊，因为怕影响到它的甜度哦。乡公所当年拢会举办推广活动，来邀请在地耆老进行祝福仪式。除了向大自然表达感谢以外，也祝福果农会当大丰收，和每一分打拼会当得到好的回报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